斜尺嘅應用，首先有把斜尺啦，同埋有啲線條喺度啦。OK， 我哋要喺兩條線之間畫一個 curve， 咁樣畫，同埋喺垂直呢度畫呢個 curve， 咁樣畫嘅。OK， 首先將呢個斜尺扭成一個適當嘅弧度。OK， 呢個做點，跟住慢慢將佢變成一個你需要嘅弧度。係啦，最高點同埋最低點，按照你嘅意思咁樣做法，可以揾出呢個點嘅中心點先。係啦，呢個中心點，跟住將斜尺扭到去第一點同埋中心點，畫第一部分先。好啦，你而家見到呢中心點同埋尾點一齊㗎啦，所以按住佢，撳住佢，畫一條線。第二點，你扭到差唔多個 curve， 最尾個點同埋中心點放埋一齊。OK， 跟住撳住佢，畫一條線。好，打橫嘅部分畫完啦，就係咁嘅效果。由呢一點去到呢一點 ，OK， 跟住就垂直嘅部分，同樣都係啦，大概個中心點擺喺度 ，OK， 咁就將個斜尺扭成一個弧位，接觸到3點之後就 OK 㗎啦。揾隻手撳住佢，跟住用支筆畫一個圓圈。咁樣畫一畫 ，OK， 跟住就完成咗呢個 curve 啦。呢一點3點接到得㗎啦 ，OK。